主后2023年12月15日，每日圣安讲读经，是我是圣经，咱做来听读以赛亚书51章第90到23节。上主啊，着醒起来，醒起来！你的手骨着坚强起来，亲像古早的年日，亲像古早的时代安尼着起来。甲拉哈伯剁做一块一块，搁插透迄个大海怪的，竟毋是你。互海甲大深渊的水打去，互深渊开一条路，互得到赎回的人过去的，竟毋是你。安尼，上主赎回的人拢会倒转来，因为欢头喜面，沿路唱歌，转来耶路撒冷，哀叹悲伤拢消失。上主讲：是我才是安慰恁的上帝。是安怎你得惊一定会死的人，因的性命不过亲像草。你是安怎袂记得你的上主，袂记得迄位铁开穹苍、立大地根基的造物主？你规日惊吓无停，惊迄个想要毁坏你的欺压者受气。其实，伊的受气袂当伤害你。受掠去的人真紧就会得到透放，因袂死伫监牢，嘛袂欠缺食物。我是上主你的上帝，我摇动海洋，互应互花草。上主万军的统帅是我的称呼。我将我的话藏伫你的喙，用我的手的影热砍你。我铁开穹苍，甲大地下根基，甲耶路撒冷讲：你是我的子民。着醒起来，醒起来！耶路撒冷着爬起来！你有啉上主摕互你大受气的杯，啉互人颠来颠去的酒，规碗公啉甲干干。伊生的囝儿，无一个会当甲伊插地。伊饲大汉的儿女，无一个会当甲伊扶地。这两场的灾祸，你拢捌拄着，啥人会当甲你做伙悲伤？毁坏甲荒废，饥荒甲刀剑临到，啥人会当甲你安慰？你的囝儿昏倒伫街路口，亲像互人梦着的羚羊，因充分感受上主的大受气，受尽你的上帝的责备。所以，恁受苦的耶路撒冷子民，无啉酒嘛颠来颠去的人啊，着听。至悬的上主为着伊子民伸冤的上帝安尼讲：恁看。我已经对恁的手，将互恁颠来颠去的杯摕走，恁毋免阁啉我大受气的碗。我要将这碗酒摕互苦楚恁的人啉，因捌甲恁讲，拍落去，互阮踏过去。迄时，恁的脚趾骿亲像涂骹，亲像街路旧材因踏过去。是我是。今仔日这段经文通分做两段来看。前半段是以赛亚书51章第90到第11节，有一寡学者认为这是以色传统的群体哀歌，呼求上主兴起帮助因。就算呼求的内容已经定明。上主是大有能力的神，毋过其中的焦虑还藏袂牢。譬如讲，伫第9节、第10节，中文和合本翻译做“毋是你嘛”，佮用一种挑战的结问方式
希望上主随时有所作为。上趣味的所在是，这讲到上主捌击败海怪拉哈伯大马灵的事迹，用安尼来印证上主能力的强大奥迹。做是看规本圣经并无即类的记载，而且海怪拉哈伯原文是咧指埃及神话中邪恶的兽。若是大马灵受刺杀原始的故事，阁是出自巴比伦的神话，袂禁止互人怀疑以色列人是毋是因为过度期待有一点仔神志不清，甲家己宗教文本以外的元素加添融合伫对上主的期待甲想象中间。就算安尼，上主的回答若像要甲罗仔有异教感的呼求做出对比。上主的回答简洁清晰，敢若用“是我”、“我们是我”、“我是伊”来回答所有的问题。简短的回应，互人联想到出埃及记，当摩西伫何烈山遇见上主，上主安尼自称：“我是自有永有的。”意思是，我就是我是。这其实是上主的名，伊就是迄位是的上主，是迄位自有永有的，也是以色列群体所呼求的迄一位。因为安尼，今仔日经文的后半段12节到16节讲到，上主除了彰显家己存有的本质，阁表明伊是开创天地的上主。上主宣告，伊要伸出大能的手骨，保护伊的子民，互因免惊，亲像花草一般的对敌。以色列人受掠的处境，就亲像台湾伫中国的武力威胁下，想要追求真实的和平，相款的困难。长久以来，台湾人上定受恐吓的话语，差不多是中国的人口有偌济，经济是偌尔啊发达，军事力量是偌尔啊精锐。这互听信甲宣传归顺统一、导航清神论调的人是大有人在。毋过，忽略现代战争比以早已经毋是纯简透利，是整体国家实力的效实，以及多方面因素的影响。这也为什么乌克兰虽然互俄罗斯侵略，却无随时受攻破，甚至互对方损失惨重的原因。当人期盼和平，毋过伫面对侵略威胁的时，咱需要放弃反智的导航主义，咱要相信上主要掌权，无需要惊吓遐会死抢狂的敌人。伫回应的顶面，咱也爱搁较务实来面对眼前的处境。透过接受民防、灾害救援、紧急救护、甲反资讯战这个课程，来充实国家应该教导却无普及的必要技能。保护咱的是迄位我是的上主，咱要叫咧惊啥物人咧？默想对台湾的未来，我是心存悲观还是乐观？为什么？咱来祈祷，掌管万有的上主，恳求你掌权，互台湾人伫拄着外敌威胁的时，会当团结一致，抗暴务实面对。相信路尾有一日，你要互真实的和平甲公义落实伫阮的国家台湾。
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